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artin。你哋睇下呢條片嘅時候咧，就係2026年嘅5月19號，亦都係呢個 channel 嘅2週年。今日咧就係5月11號，啱啱收工，即刻衝翻屋企剪埋你哋而家睇呢條片先。首先要非常多謝所有睇呢個 channel 嘅你哋，尤其是一啲早期嘅觀眾，你哋嘅支持俾到好大動力我去拍片。記得2年前開呢個 channel 咧，其實係冇諗住淨係講手錶嘅。當時嘅諗法咧就好簡單，就係想將呢個 channel 送俾細個嘅自己。唔知大家會唔會同一樣，細個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嘢好好奇啊，或者好想去體驗，但可能咧就冇咁樣嘅機會啊。到而家人大咗，開始可以慢慢照顧到自己嘅生活，就多咗時間同埋空間去發掘唔同得意嘅嘢。而手錶咧就係其中一個我非常感興趣嘅題材啦。喺過去呢2年，呢個 channel 一共出咗41條片 ，cover 咗29個手錶品牌。而喺咁多條片入邊咧，有2條我係特別中意、特別深印象嘅。第一條想講嘅咧就係拍賣會嗰條。拍賣會呢樣嘢對於我嚟講，由細到大啊，都係一樣好遙不可及嘅嘢，係睇新聞先會見到噶嘛。咁所以當我發現咧，原來有啲手錶拍賣會，原來啊嗰啲拍賣品係唔需要去到天文數字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，原來幾得意喎！所以咧就抱住一個學習同埋觀摩態度咧，咁樣去嗰個拍賣會嘅。去之前其實係完全冇諗過條片要點樣拍、點樣剪，純粹就係拍定咗好多素材翻嚟。因為嗰陣其實我已經貼過本拍賣會嘅長刊，已經 target 咗係想要 beat Omega 嗰個大鐘啊。咁但係唔一定 beat 到噶嘛。如果 beat 唔到嘅話，成條片咪好冇重點咯。臨尾算係好彩，可以 beat 到個鐘翻嚟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將啲素材合得埋一條片。而家睇翻轉頭，無論係呢條片，抑或我去拍賣會嘅呢次經歷，其實對我嚟講咧都係相當難忘。所以非常慶幸當時有拍呢條片，同大家一齊分享。第2條，無論係條片，抑或介紹嘅品牌都比較冷門。冇錯，就係 Kawasuki 嗰條啦。呢個品牌其實喺好耐之前咧，我已經成日喺 IG 碌到佢哋嘅手錶。令我好深印象啊，就係佢哋個 dial 上面有啲打橫打直嘅線條，再加埋一個會轉嘅小秒盤，而喺香港係冇見過人戴咁滯，所以咧呢個品牌對我嚟講係非常之神秘。咁啊機緣巧合之下啦，我就見到咧佢個 CEO 會嚟香港出席一個活動，所以咧我就膽粗粗咁 send 咗 message 過去問佢可唔可以同佢做個訪問。但到拍完翻去剪嘅時候咧，真係真正打大佬，原來呢個維也納品牌嘅歷史係同奧匈帝國同哈薩斯堡王朝息息相關，而我相信咧，大部分喺香港生活嘅朋友，咁啊當然包括我自己啦，都係對呢2樣嘢係冇乜概念嘅，所以咧我就好想喺條片度加翻啲片段，令大家起碼有少少畫面。而最後嘅結果咧，就係我呢個初中西史都唔合格嘅人，上網查咗3-4個鐘頭，希望揾到一個同呢個品牌歷史時間線重疊嘅國王嘅片段。由於年代久遠，其實網上嘅圖片影像係非常之少。最尾好彩，終於俾我喺 YouTube 上面揾到呢條國王出巡嘅片。雖然咧我真係放咗5秒落我自己條片度，冇錯就係你而家睇呢5秒。但係咧就係呢5秒，起碼我自己睇落去就會覺得同呢段歷史嘅聯繫多咗少少。雖然可能唔係好多朋友留意到呢5秒，但係咧揾資料、揾片段，將合成一條片嘅過程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其實係非常之有滿足感。亦都係我做呢個 channel 最 enjoy 嘅地方。講到呢度咧，仲想特別多謝一個人，佢咧就係夏怡啦。當時咧我開呢個 channel 咧，其實係好冇信心，係佢俾咗好多鼓勵我。而到今時今日咧，幾乎所有片都仲係佢揸機。如果冇佢啊，呢個 channel 應該行唔到2年。踏入第3年，我今年為呢個 channel set 嘅主題就係 Yesterday You Said Tomorrow。我手機咧有個 notes 喺度，就係寫低晒所有我想拍嘅題材。但好多時因為自己懶啦、拖延啦，其實根本就好多題材擲咗喺度都未拍到。作為一個有正職又冇團隊嘅 content creator，我自問咧就真係冇能力做到大量出片，同時仲可以兼顧到個質素。但係今年咧喺我能力範圍之內，我會盡力再做多啲好嘅片俾大家睇。好嘅片嘅定義咧，我會話係一啲我 post 出嚟，自己都會想再睇翻嘅片。喺度咧，我可以好大膽咁講，我對手錶同埋經營呢個 channel 嘅熱誠，同2年前一樣都冇變過。我會堅持嗰份為咗5秒鐘畫面查3-4個鐘頭資料嘅嗰份執着。多謝你哋陪咗我2年，希望咧我哋都由2年行到去3年、4年、5年，喺度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好睇嘅片。